今日嘅單詞係加碼，佢有兩個音節，加碼加碼，佢係有嘅啱嘛合成嘅，讀得快咗就音節合併就變咗加碼。佢有兩個用法，我哋分別睇睇。冇，我想隻小姐嘅肩膊嚟搭一下，唔知有冇問題咧？咁點得啊？我係一個黃花閨女嚟噶嘛。我知，第一個用法就係表示對方應該知道嘅呢件事，對方應該會知道。比如講呢度，如花轉過身見到佢着嘅衣服，對方應該知道佢係一個黃花閨女，所以後面用個加碼，即係認為你應該要知道嘅。人當咧就千祈唔好傾咁耐，你知我好難做噶嘛，係嘛？咁佢又係老闆多謝多謝。第二種用法就表示對方理應會認同，你或者會判斷，咁你就私下放人入嚟探監係嘛？俾人知道咗會有麻煩，所以佢話你知道我好難做噶嘛，所以用個加碼，下面下話即係有反問咯，係咪啊咁咯，咁嘅意思，即係表示對方理應會認同佢好難做。